行為王創，尊敬耶和華律法地，才能變為有福。靈命日鳥，在即朝向各位提供靈命日鳥嘅節目。這個節目是會幫助各位促進人在耶穌基督裏屬靈生命嘅成長。各位聽眾平安，歡迎各位繼續收聆聽靈命日鳥這個節目。這個節目能幫助你嘅屬靈生命更成熟，每日生活到百姓嘅意志當，先告訴我百姓。今日嘅題目是才怪王末，才怪王末。今日嘅題目是根據聖經詩篇第42篇，詩篇第42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得切慕海水。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幾時的朝見神呢？我掉滿陰陽裏等飲者，人不住地對我說：你的心到哪裏呢？我常在與眾人同往，因我有成長的聲音。讓他們到神的台裏，大家守着。我對想這些事，我的心極其悲傷。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到我裏面煩躁？因等仰摩西，因他超量幫助我，我還要稱讚你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到我裏面憂悶，所以我從約旦地，從黑門嶺，從米薩山紀念你。你的瀑布發聲，深洋就而深洋響應。你的波浪洪潮漫過我心，白潮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。黑咩？我要歌頌禱告使我生命的神，我要對神我的伴者說：你為何忘記我呢？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？我的敵人辱罵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頭，不住地對我說：你的心到哪裏呢？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到我裏面煩躁？因等仰摩西，因我還要稱讚他。他是我亮照的陽光，是我的神。你這歌曲有的名字雖然人念，但卻是很有意思。你這歌曲有的意思是飢餓的舊人，他是在墨西哥的統治者，當時也是一位詩人。他的文學作品流露出屬靈的激發。到墨西哥被歐洲人佔領之際，他寫道：我所敬拜的真神是不言不語的石刻雕像，但那位沒有靈力、眼不靈見、未在的神，才是全宇宙的創造者。唯獨他靈無憑我的想聽，我為我心當的庇護。他才是我的幫助者及保護者。
我們不知道你則花腳有的是否禱告那位賜生命的主。當到他統治期間，他建造了一座金字塔，獻給那位以美麗彩怪王末的上帝，並且到他所統治的城市金子以能作為祭品。到詩篇42篇，詩人高聲呼求，我的心渴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每個人都渴望認識真實的上帝，如得赤毛開水。今天也有許多心靈飢渴的舊人，他們在到人手所造的偶像，就如名利、金錢以及人脈關係，都不能填滿他們心靈的空虛。永生上帝已借着耶穌向我們顯現，如他曾能讓我們的生命有意義和滿足。對於那些渴望以美麗彩怪王末的上帝之人，這真是個好消息。主啊，你是我心靈所需，如有你能給我生命的意義和滿足，我的心呼求了，我的盼望大於了。最後，請你細心聽下面這句屬靈嘅話：我們最深的渴望就是赤毛上帝。各位聽眾，現在咱嘅節目已經完畢。希望咱再有機會一同來研讀靈命日呢，望神賜福本各位。
拜。